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大日，我来要带文英甲你关去南庙啊！我希望你会当来，我会当港口等你。假使讲你无来，我嘛会尊重你的选择。阿福兄，有巴送嘞。文英，咱紧看看嘞，大日就有准啊！阿福兄，敢讲有巴送，无要跟咱去南庙？文英，我该讲的拢讲啊，该顾正嘛甲顾正，伊要去无？我嘛唔知影。哎。你敢真正要离开东家？天昌，拄则阿虎所讲的话，你嘛拢有听到啊？你互我好好啊冷静一下，莫搁甲我问好无？好啦，我莫甲你吵。要毋过阿姨，我真正无希望你离开东家。相信，迄两个囡仔。嘛，甲我同款，志忠甲志玲，无希望伊的姨妈离开伊啊。建昌，志忠甲志玲是你的囝，阿姨希望讲后摆无论安怎，你拢着要好好啊，甲伊抚养，长大成人。你已经遮做岁啊，后摆应该要安怎做？你心肝内应该真清楚才对。后摆单家的兴旺，还是会落济，完全都要看你呀。天公伯，我到底是着要安怎选择才是对的？天公伯啊，请你给我一摆机会。不必阮阿姨会当留落来，互我好好弥补阮东家对伊的亏欠。阿母，你虽然捌养我，也毋过我总是要亲生。你甲我来南阳好不好？互我一真条做人囝儿死水亲像。阿母。你跟我来南阳，
好不好？阿豪，可是阿母若无带你去，你是不是会怨恨我？阿姨走，阿豪妈妈走，连新厝牌啊，嘛无伫。阿姨，阿豪啊！不管哪会行？阿姨，恁爸毋是要甲咱去哪样？伊哪无来？阿峰兄，咱搁加等一困啊，等欧巴桑来，咱再来走。免啦，我的生意袂来，咱都来去，吼。阿峰兄，欧巴桑敢真是袂来，咱要来去南洋，伊阁无可能等来等假。一个老岁仔人，无时坐伫身躯边甲伊做伴，是真可怜。阿峰兄，咱等下找伊好无？我嘛真唔甘留伊一个人家己啦。不过我该讲唔该讲，我嘛真甲顾忌。总是老岁仔人有老岁仔人的想法，伊要怎做，咱嘛无法度旁边叫。咱来。为你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写予你的一张陪信，是阮红恋你的心，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，希望你看见。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写一个暗暝，等你来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
阿母，准备可以啊。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，希望你看见。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写一个暗暝？等你啦，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写予你的这张批信，是阮阿妈你的心，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。你是好啊袂啦？我逐个在等你，你较紧的啦。初一十五，逐个月来拜拜啊，毋知影，每天拢爱乱抢。讲你台我讲唔对。志玲啊，你嘛去看卖的啦，看你老咧创啥啦，该吵出来啦。阿母啊，你莫生气啦，后摆过程你嘛知影，伊就是骹手较慢啦。叫你去就去啦，囡仔人遐尼搞的，去啦。阿爸，变啦，免胡啦。对啦，我食老啊啦，骹手慢蹲啊，放一个药咧细细念，然后念三。志玲啊，香点点的啦。哦。阿母，天公伯啊，请你保庇阮大家，会当搁再兴旺起来。阮大家大大细细，拢会当平安顺利。天公伯啊，请你来保庇哦，保庇阮安陈建昌吼，会当较有才调咧，甲大家欢好较重要哦。你是了袂讲啥？我哪有讲唔对哈？十几年啊，大概拜拜拢讲这句啦，大家敢有兴旺起来？陈建昌啊，大家若要兴旺起来，唔是干那用嘴咧讲啦，你家己拍拼去做啦。对啦，我拢无做，拢你咧做啦。我无才调，你靠有才调啦。嘿，你是咧歹啥哈？我敢有讲唔对哈？这十几年来啊，大家的土地也卖甲差不多啊啦，下骹手人走啊无半个啦。你这个大家的头家有一啥物责任哈？阿爸，阿母，你莫叫我拿啦，咱即个是来拜拜。拜啥啦？免拜啊啦，物件收出来啦！哼！哎，你去倒啊？我话还没讲出来。建昌啊，你敢讲诶？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初一啦，明仔载吼，米店、布店的销拢要清啊啦，厝内底钱无够，你家己串啦。顶个月我有予你啊。顶个月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这个月袂互我？好啊，你若要安尼做吼，以后等介绍你家己去还啦，莫来找我。哼！建昌，建昌，市长，你走去倒啊？规工拢无看到人啊？你下狗是哦？我来问你哪摆赢啦？最终啊！你到底是走去倒啦？甲你后面讲我拢歹应话啊哈！为你伤心，等你啦，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消。
毋是在上班，哪会在遮？我规规今仔生理也无偌好啊，我著家己放假一工啊，通我转来陪阿姨。你哦，就喙齿喙啦。阿姨，阿你要去倒？阿姨哦，要来买这项物件。买物件？买啥物件啊？这项物件甲你有关系哦。雨水拍窗